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关心海草干，甜情的西海花，有体一个修道的老伙仔。人讲伊是千岁爷，身躯浸伫海水内，海洋生物足爱来。专家讲是罕见的资源，起风影的海岸，予伊日子无好过，身躯煞来变成老倒球，面容哪来哪忧愁，阿爸昔日真恐怖，蓝血水。乌腹肠，不平静的海话声，掺着老伙仔的喘气声，大家毋通叫外外，提高环保知识，靠例外。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3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社会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是来自桃园市的千寻老师伊所写的《关心海草干》。上日起，咱邀请千寻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各位听友大家好，今仔我要来分享我写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我真欢喜，我写这首诗会当予咱闸门溪广播电台来选入来优选。写这首诗的背后，有一个感动，也嘛有一个感慨。我是一个伫偏乡国小咧服务的老师。阮即个学校的区域比较较外海，所以伫边就会当看到即个风力的发电机，嘛会使欣赏到咱这白色的灯塔，会当讲有足济足水的风景拢是伫遮。伫108年3月份的时，学校有安排一个活动，即个活动举办的时间是暗时啊。带路的老师讲，迄天就爱身躯穿雨满，手阁爱摕手电仔。我会记起迄天的风足透的，阵阵的海风安尼扇过来。大家拢徛无啥会调，但是，互我真感动的，就是讲，阮有看到足济海洋的生物，有海虾、海胆，阁石灵。大家毋知敢知影讲，咱即个海草干要成长爱偌久？海草干伊要成长足慢的，10冬可能生无2公分。是爱6、7千冬
才有即片遮水的风景。另外，我感慨就是讲，政府要伫遮起一个天然气的接收站，是毋是会破坏？其实大家加减拢知影。所以我伫即种心情之下来写即首诗，望讲有听到即首诗的听友，是毋是咱会当共同来关心即个话题？恬静的西海岸有摕一个修道的老伙仔，人讲伊是潜水爷，身躯浸伫海水内，海洋生物足爱来。说入去，咱继续邀请即届评审委员刘惠阳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这首诗关心海草大，但是伊佫有用一个寡妇咱来关心一个人，关心这首诗的这个题目一个出来真有环保的感觉，就有一个海洋的气味因为第一句恬静的西海岸这首诗甲这个海里的这个海草随波逐流，就是安尼，海草伊会随着水影安尼浮浮沉沉，安尼会摇来摇去呢，敢若亲像会跳舞呢。但是这首诗伊甲这个海草甲这海草加做一个老伙仔呢，伊讲伫恬静的西海岸有摕一个修道的老伙仔。听人讲，伊是潜水爷，甲即个海草安尼甲形容是一个修道的老伙仔人。伊安怎讲呢？因为伊伫海里嘛，无话无句，嘛真侪岁啊，所以讲号做潜水爷起风的海影，互伊日子毋好过，身躯线内变成老倒球。面容哪来哪忧愁，阿爸视力真恐怖，蓝血水乌巴长。这首诗伫遮就看到讲，哇，咱这海草啊，这海草因为有海影，佮因为这个环保的问题，咱的废水啦，佮有人伫遐安尼，这资源安尼硬咧，安尼甲凿。所以不平静的海鹰声，掺着老伙仔的喘气声，水啦，甲这海草安尼当做一个老伙仔伫遐平平喘，所以伊嘛伫遮咧呼吁讲大家都毋通安那急外，都爱提高环保知识，考虑科学。所以伫这首诗内底我有讲到安尼对着家己所在的故乡爱有这个环保的危机意识所以这首诗真正写了真赞。不平静的海话声，掺着老伙仔的喘气声，大家毋通叫外，提高环保知识，靠理外。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梅天老师写诗，刘惠阳老师讲评，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